来，我今仔日要小解的资料。欢迎才去咯。好吧，我先甲吹落，我先吹落，我是主要秘讳，即摆开始要来广告啊，来，今仔日要介绍的要小解的一只，是玻璃。玻璃这种若讲是甲狗同类的啊，因有同款的组织，按过伊生叫加较丰富。伊个喙啊，安尼尖尖，鱼仔画的是较大面的，尖尖的，画有较边啊，细较个边啊，足种，但是是尖尖，身躯着细，比狗较细只，较细只是上大的特色就是迄尾溜安尼碰西西，尾溜碰西西，来看一下一张图的，迄门的色安尼平平，生到真水，真有人地。听讲这种动物足巧，搁真有个性，即摆今仔日讲的即个狐狸，叫做阿明，叫阿明，为虾米？因为巧啊，聪明，所以人叫阿明。即个阿明啊，伊个性较怪异啦，伊的个性有淡薄仔好骗，伊无食含人做伙，在伊的目睭看来，别人都无伊遐巧，所以伊无啥要含人做伙，拢孤孤一个。伫遐树林内底，才踅遐踅，物件找着家己食，也无几个朋友。有啦，路边可能有人会加减含伊开讲一下安尼啦，就关心一下，食饱未啊？安尼讲一下尔，无啥物好朋友，家己一个来来去去安尼。伊逐工拢为着食物件做烦恼，伊向是最爱食肉，伊拢要食肉较济啦，逐工为着食物件做烦恼，世界全来咧食。一工，伊伫树林内底四界要讨食，当晓过来，迄落树仔骹，迄落啥物啊？草啊，迄落生草的所在，安尼片，结果无意中竟然会看到草内底有一个有卵，即个卵伫堆啊，互伊找着一粒卵，哇，真欢喜咧！我了解，拄好有一粒卵，伊马上跳过去，一粒卵紧要撒起来，要甲伊踢落，但是伊要放落喙的进前，伊用想着讲，这卵会使甲伊出来，看是有一只鸡还是一只鸭出来。我食鸡肉、食鸭肉，敢无比卵较好食。我若家即摆食去，我以后就无机会食鸡肉、食鸭肉。安尼我就毋通来甲食鸡肉，还是食，我就毋知即条啥物卵。鱼白白，我规气来食，我甲孵出来，大只较来食，安尼就食了才澎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即摆呢，决定讲即个卵莫食，毋过我倒作了。我了你知，你看到天顶的云，凊彩看拢看出乌咧，看出鸡腿，迄云的模样，规头壳拢咧想食。即摆迄落啥物啊？无物件通食，要安怎？袂要紧，迄落去一寡草园啦，我伫路边的啦，细粒的番仔米啦，细粒的，猛食安尼啊，即摆杀着即粒鱼了后。按算要甲孵，伊按算要甲孵，就爱甲伊用烧烧呢，即摆伊就讲，我身躯就好好啊，烧烧啊，我就来甲像鸡母安尼坐到伊的顶头，安尼定定。即摆迄个尻川头一路挖过，要甲坐落嘛，我若甲坐步就免，袂使甲坐，安尼所以呢，伊就去找一个烟枪，烟枪。烟枪，去找一个烟枪，迄落涂骹吐一个窟仔，然后呢，再甲铺一寡迄落草啊，大的草，放咧遐，较要练来练去，甚至呢，就是爱用草甲扛，无人也使讨伊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即摆放喺迄个窟仔，爱甲伊孵啊，放喺迄个窟仔安怎呢？即摆用伊的巴肚。甲伊拍踮迄个窟仔遐，
啊像迄一只龟安尼，哦啊龟男个，哦有一个5分钟尔，规身躯酸软疼，这个姿势我无练呢，啊甲比一只龟啊，够痛苦的啦，哦久了后讲袂使，哦这讲袂着啊，啊换一个方法，这个安尼扶了足艰苦，爱互伊当我的身躯较少，吼，不要紧。你敢有想过讲什么方法？迄2年就当放当身躯？那即只狐狸我巧，伊去找树皮，迄树皮吼，甲伊当做绳仔安尼，啊即摆迄两安尼捆，啊搁放当身躯，安尼我就会使四界行打，安尼行动拢足方便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安尼伊安尼想工，我安尼绑遮绑遐绑，啊绑来身躯安尼，甲即两吼，绑的啊捆伫身躯，啊搭当身躯安尼。但是巴肚枵啊，哦，枵甲挡袂住。有一天看到一只兔啊，我要来约兔啊！直走，一个迄两样都练出来啦。啊，尔话有讲破伊无啊？这我会青草迄以后来看即两呢，结果好佳哉，落草啊软，无叫破去，哦，好佳哉无破。即个用色啊拍的方法实在是无够好啦，啊无过来想看卖，要安怎又搁方便，啊又搁会当用身躯就好安尼甲扶住，我唔该大头壳，你敢有想过啥物方法会使家己身躯会好安尼甲扶的，啊搁扶住，干啥物？你捌想着无？人狐狸叫阿明啊，毋是叫假，对不对？吼，看伊，伊吼，伊只减一只，我之前看到迄个版本吼，起头仔迄个狐狸吼，用2块茶，只一块，啊伊手掠迄块茶，啊即摆骹跪伫另外1块茶，啊中间吼大拍的，我当迄落啥物啊？迄2点管，啊毋过安尼久较久，伊嘛是手足酸，啊足痛苦，到尾啊伊就讲，我身躯有一个所在烧，我的喙，我吼喙开，啊即摆家干嘞，然后呢，那啥物啊？我的手骹就袂去用绑的，我就会使四界行踏。所以伊吼，搁发明一个啥物方法？伊吼用伊的指，我的指烧啊。我指感觉甲拉的，吼，迄两当伊的喙内底安尼滚过来，滚过去，这话这啥？这就是伊的指啊。迄两安尼射过来，当伊的喙安尼射过来，射过去，啊，袂甲伊夹落啊，但是会流水汗，流一堆啊，伊就吞水汗，就吞甲饱。即摆有一天。吼，伊安尼逐工啊，伊甚至为着即个所在，搁去互闹交去，伊为着吼，要互即两人紧浮出来吼，伊吼，即摆暗时仔咧困的时阵，惊困伊吼，人会偷伊，伊拢毋敢困涂骹，困起哩树仔，困起哩树仔顶吼，搁做一个鸟仔树，搁去开学时间做一个鸟仔树，迄两人吼，甲伊囥到伊迄个树仔顶的鸟仔树内底，就。即囥伫遮吼，伊就来唱歌互听，叫伊唱，吼，就唱歌互听。即摆唱几若工哦，逐工吼，惊人偷伊，就摸伊身躯，惊人客伊，惊伊看伊，安尼规个人来做伙，搁来唱歌互听。竟然有一天，暗时仔的时阵咧，听到迄个人像有声囥伫树仔顶吼，安尼朝我收遮，就听到一个叽叽怪怪。伊就醒去，看到顶柜，竟然壁空啊，迄壳迄米啊，然后吼，就一只，迄落啥物啊，壁开了后，竟然走一只鸭仔出来，迄个鸭仔出来就要吹啊，安尼，喙安尼合来，迄个狐狸就开叫，我讲你呢，开叫我妈妈，是啊。我讲的啦，我家会使做爸爸尔，我当做妈妈。迄只开始吹，安尼唱，即
即摆就我来迄个狐狸的身躯边，啊，等伊的身躯，安尼甲软，安尼甲软，啊，迄个狐狸吼，较早拢足孤单的，拢无咧含人行做伙，伊竟然有即个走出来了后，我对伊的身躯安尼直直撞，啊，伊就淡薄仔歹势，叫伊爸爸，啊，伊嘛足歹势，爸爸，啊，嘴开，伊要创啥？你感觉伊要创？伊要食物件啦，人就搁叫爸爸，较会好意思，物件要摕出来，直撞，好啦，遮有一个迄个草鱼啦，读咧。好食，不，这一个讲咩？来食，像食的了，伊个啥物啊？食饱了后，就安尼负担伊的身躯，共伊量做伙，困较眠。即摆即个迄个啥物啊？无伊感觉讲，我有想要甲食，我看伊困较安尼，佮甲我叫爸爸，我较会好意思甲食。我去食袂落啊，过无一个啊，伊嘛惊伊困了无好势就搁较晏较懒的，惊伊变久的啊，本来是困12点，较懒的，伊就有哪？隔工透早起来就搁爸爸，伊就搁只好去找物件来互伊食。伊咧找的时阵，即摆无闲通走伤远，伊本来想要讲去掠一只兔仔。但是伊若走伤远，伊只伊都开始叫声拢无相共，像安尼吼安尼，安尼哪会使走伤远？袂使走，只好伫附近找迄草鱼，找草，我本来是食啦，即摆变食菜啊，喂，走袂开骹啦，搁惊讲即只鸭咪仔若是叫别个动物食，会要安怎？对不对？所以嘛，毋敢互袂走，讲去约动物去找物件食，我近厝仔附近安尼找，较找到遐个草鱼，较找到遐个柑仔面，到尾食久，迄只鸭逐工安尼甲掠，搁会讲话，我咧唱歌，你敢不来唱歌我？因为伊伫壳内底的时阵就听到外口有要唱歌，讲安尼，你唱歌足好听的，安尼我讲讲唱，伊就安尼甲伊一句来一句去，即只狐狸感觉即个鸭食袂落啊，才感觉伊的后生呢，真难食落。所以呢，行到地拢甲即只鸭带上去。人别人就问狐狸，你迄只鸭是你饲的，你来食呢？无嘛，迄阮囝呢？狐狸饲一只鸭囝，敢袂使？我叫阿明毋是，阮即只叫做阿金金宝宝，即只狐狸本来是食草，即马改食素，而且伊搁饲一个后生，叫做阿金逐工对当伊的身躯，含伊足清气，伊嘛甘心食菜，伊甘心食菜，为虾米？伊感觉讲，伊有自从有饲即只狐狸，有饲即只阿金了后伊较早的生活有遮处，伊感觉伊足有成就感的，人叫伊爸爸，甲伊学，你唱歌足好，爸爸你讲一个故事啦，爸爸你到你找物件来我食，爸爸你较遮尔来，伊感觉伊家己足有自信，所以伊无拍算咧讲，伊拍算以后拢食菜啦，伊拍算无爱搁食鱼，无爱伊要甲迄个鸭咪我甲饲起来，饲了大汉，故事结束。有咱问题咯。伊感觉分两个方式，会使用什么方式甲这两分出来？你要安怎保护迄个卵卖互去互食的，还是你要安怎甲伊保护？你敢有想过要分？听讲安尼身躯要分是较困难。嘿啦，人迄鸡人伊身躯的温度拢有超过40度，
咱的身躯敢若3只人，可能俺要补是较紧。